本港嘅舊式公共屋邨已經所剩無幾啦。繼牛頭角下邨之後，蘇屋邨亦都將會喺2012年全面清拆。蘇屋邨嘅居民將舊物件捐出嚟舉辦懷舊展，同公眾一齊分享下喺蘇屋邨嘅故事。有實習記者黃思敏帶大家去睇下。碌架床、逼仄嘅廚房。呢個展館重現咗70-80年代屋邨生活，一碗一碟都留低咗當年屋邨居民嘅點點回憶。呢啲碟依家都冇得賣啦，冇嘅啦。叫做燒青梯，啲梯碟嚟嘅。梯啊！甩㗎會甩。當年咧，蘇屋邨幾乎每家每戶都有一部咁樣嘅衣車。以前生活困難啦，佢哋仲會用呢部衣車車啲衫嚟幫補家計。蘇屋邨喺60年代興建，一共有16棟。由於環境清幽、交通方便，曾經係公屋嘅王牌。一搬入嚟唔知幾舒服啊！我哋住間一間房咧嚟到啊，好似攞樣嘢都要行開啊！一間房嘅唔使嘢就攞到啊嘛。搬咗入嚟蘇屋邨大間啊，又要行呢度攞嘢，嗰度攞嘢。經歷咗近半個世紀，蘇屋邨逐漸老化。由於大規模維修耗資龐大，房委會認為唔符合經濟效益，決定將屋邨分2期清拆。建築物可以拆，但係上世紀以嚟建立嘅鄰里情就拆唔走。唐伯係第一代蘇屋邨嘅居民，當年屋邨冇保安，為咗街坊嘅安全，居民成立咗互助委員會，守護住蘇屋邨。嗱，我見到啲賊人咧，讓佢走噶啦嚇，我哋可以出人雞，希望有人幫手去拉佢嘛。若然佢有武器喺手噶，我哋揾棍就搏佢咯。即係話我哋有咗個互助委員會咧，嗰啲賊人啊好少走嚟幫襯我哋嘅。唔捨得咯，都想多啲嚟望多啲下，望多2眼都好咯。唔捨得係喺度住咗40幾年，又打啲街坊又好，咁又空氣又好，又高，好住啊嘛。但係無論居民點樣唔捨得，蘇屋邨都會喺2年後全部清拆。亞洲電視記者黃思敏報道。